耍个平和家庭。各种皇帝上官，有什么呢？王这帮是有王的，是一个外出来。但是呢，要到没几岁去对，来对付过来的，首先两面八八平八，所以封王这帮后领有四品六日，这六日正差，本当四品为难个四品，没几岁对面别都反正。给了王这帮不毛战，我不是为自孤为贫瘠而抽之于没其人相。那么还多，个皇帝在他们的内少有望，我是哪桩事体？我这封平安家兴不能够抽给人工虚实，还得我高兴得有对关系，所以亲呢一定要当我说个明白。我不想想，阿为是没去想要当成我外头子的一个门亲事了，所以自私人为了这样一封虚实的。那么皇帝不办法了，这还几门没去些了，什么去人想？口语之事，阿是你要想，这个辛苦上你，没去来去想不落。我想讲皇帝啊，那时候不对你是本呀。你刚才王上嘛一派红衣，在诋毁一下，改了出去，那么我名字杀住，假说问我按怎么改个事体，那么老实说，我不会承认，事体不是我亲自出我的，好是个王外山，我一不知想，我啥天气还上王上吧？我当初要这里做东厂。有个意思的，但是你说我里向太子高现在一作罢了，啥个为啥虚实了？这个呀，门松心人了，我就改不下的。皇帝再问王这办，说哪虚实呢？是家事改个了那个。他们说我关这个松心人叫金星，送封平安家庭之际。透过王世荣要大封百姓，是我关在送新人在透过公国为一位，这些辰光，那这个生日酒谁让透过公国？看上去是你都做睡觉，送新的人从透过公国出来，这封新罪必之虚实。那么皇帝哪弄法呢？想起弄生日酒了。我当天司机，马上关着督察御史邢熙，邢熙杀人，拉起邢官的儿子，邢官就是8年的，那个儿子在当想做督察御史，说的马上当个身份生日酒，如果说生日酒再出开工，是没人想指示的，那么呢，我还要疑人不得。表面上像我怎么都没公正，没几次听几个绝海我们汉气愤生日就摘出来嘛，还要弄个泥巴啊！这个太太是教育人，怎么？不就是要生门子生日就留来嘛的，在哪说法？那么王这班呢？皇帝正式封立4品后令6日，来广东沈阳飞起的。当时光退下来嘛，没几岁，随其寻常而行西。说来准备拿生日酒，说师兄来讲，请来吩咐，你都两高的称兄道弟。这个事体是我关在生日酒办的。但是那家生日就开工3年，不能拿我说出来。是一句话，有什么？谁让你说？那么生日就现在沙场火，刚西结偶，你带上做支付。我们299你们拿做支付，于是为了虚实有功的呀，所以没几天关在里头放了一个支付。上人答复，手不上有了。
努力做挪进京关进给了莫名其妙。一下子搞这边做过做这么经历了，分为啥错事？那都是他做挪进京啊。给他首先派一个人到给了里打里去讲了，说你还王子妈提出了，哈，这个事体做不是我做，但是是没几想要关这个，不能做有的，我不这样怎么带个？说你是个侬没几想要说出来么的，你无不大家，再一说你唱那个药，那么你死都一点，故事呢，你通通拉了自家身上。根本我神经我来，我吃不掉要赔我3块，你哪听得清？你先再当下来，皇帝门里可以有13，儿子们可以接，你放心，谁让你手里？到辰光你刚才就业去的，留了精力啊，在省内的3品，根本省都光有说实话，这神经我来嘛，侬我当中的呀，这个么是不来搞，是放心。003有什么？你到关在厅上那么深深如久了，个被当得很，应该是在讲出来。是我抽通知王志宏为在叙事，那么在温区我为了抢亲，别等谁努力们，我对抗也是的人。这个你啥第二这样走，我是非得要有动机的啦。所以我到王志宏又搞，你搞些谁努力了，我话想他分太多个。所以我为人在说，有机会是也害你。根本说没好。那声音我来，在于信息破了，破里8个字，哪8个字？各取过代，草木交谁？哈！甚至就在哪么样子，房子都能送信打来，哈！声音我来，破个8个字。各举过代，草木交来，4品支付不做了，温州100多位高档，这个差着不可。一个个事体嘛，大一张是纹身不大高官，那还草木交在交，哎呀，要忘开。你恭喜辰光还有望会来得及啦，信息关在楼房沟吃，等到出督察御史我们想一夜之间便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比赛，今朝的腰围落大几掐不晓得了，还问不晓得，事体为了有了。介绍有人了门口等来啥人没去想到中国神佛，是我们那这里公寓都是请来的没去想夫妻一道，是啥体？其实那里晓得个是有那个好处，跟你的没去想夫来天没去想，介绍没去想说甚至就。来此非为我大大的争了一口气，连我事体带下来，现在大家晓得还王子嘛，他我纹身不大高，因此你功劳多个，但是你刚刚罢过，马上做过不大可能，你吃了亏了，我们也不好处不那个，是你不给我啥个好处？我们农山和23支队为玉带观众。那个人比王大妈还100倍，我们拿500来当家神亲，甚至就在有种都没事体干。我来这么讲，我对你对他没干了还话，我以前个种都不好了嘛，所以我到底是什么呢？官方不我做个想要个女婿呀，可是比做支付发个手还有那个。不过是甚至就南龙厅上，我们能不能还是有条件的。你今在要你当农做夫妻，不过最3天这么多秘密人才。第4天来上去对抗王日满，千万王日满可靠人高，为出来当农做3句夫妻。这不是一句闲话。你落开我中国还保了。到海头王日满为出来当多农已经等一趟。就是一笔家已经做好的，可不还是没几些，我挪回去不了，甚至有种人当然不可能。再说你这个农山条已经派他的，派不啥人，金榜3太子吴义光，去年没几些测试金榜，金榜郎子吴义良达里讲，
你到南王人才女不得了，我们第三个儿子吴一光，将来王位要受不利，所以呢，当然要做两根高，就为天津之好。没几岁心里想不牛，但是真帮势力懂了，这好答应。再想想，哼，为是王子帮头名事体，弄得满人风雨，能在现在为分高，高得子金帮们说死了，因此个门亲人们定下来，但是我家才不晓得。那么肌肉，那能已经派不子三套子吴一光，今在那龙法，龙个高山叫大声如就所个山要听说说。是部队当中改制一个大号面孔为编制出这部队，叫你白山叫白生日就3天。当时生日就分享说给那里滴出来有各种好事要等自个给你关照大力香汤无用更无不顺，嘿嘿，等到错不动努力送进东方。与什么个神父做你的哼，生日酒啊没开心的啦，上次当我分写的，哎呦，这口气里呀，黄汤一杯一杯喝下去，眼睛里也滴嘴出来夸子。姑爷，老相爷说时光差不多了，请您姑爷进洞房了。来娃娃进洞房啊！我有个好事情啊！来，大家补口啊！第二副稍微要大一步了这个，没办法，可你吃个这样种强烈的嘛，对脑里的人猜一猜。两个的金花又不能噔，上个叫优雅雷，带领老乡们，姑爷，嘿，看见没有？咱们小姐就在里边等着您姑爷的，哈哈，快去跳方巾去吧。跳方巾啊？给有方法来干开，嘿嘿，你也不掉台，你也没让弄光，我才可了，嘿嘿。啊？你爹妈成亲你都看见的？我说你也没让都给你喝几个，叫若双眼睛报道。我都不懂了，你爹妈还没有成亲吗？怎么会有你呢？这个有法在这过吧？我把飞去父亲上，姑爷，快去吧。手过来跟出头，来发队里呢，铁方巾各地风俗不同，就是收起的高浪呢，是用勾住铁，勾住来对的一来一些的。上最父亲的大部用春天给他口才称心是一，那么一般中国人搞女生搞人搞用做头条叫这个，因此手跟做头过来，生日有做头一挪，过来的上半边，新娘娘放进对下来很多，要想天们但没进展，天开来不知哪一张面孔吧。这什么是王人在女相国前前一个是眼睛角，王子王非要少年非要有的出位是出本哦，身高3米高，面孔难看，但是你抓哪个吧？哈，刚刚对比，我方巾啪挑开来一口沫，哎呦，标志给我咬过头，都是乌队然后的标志，个标志不管这个乌队的三角，谁还标志不？这是大伙年纪轻了，一当对么是那标志，嘿，看见这个啥标志面孔嘛，定心的，做对一多对嘛，也是一个嘞，我为也是我家人晓得不？说的嘛，毛毛桑桑做夫妻呀，我心说家耍的也不晓得嘞，还要，哈哈哈哈哈！哥哥娘子啊，这个中国人的呢，叫生日酒，节子的娘子拉到，与你在，走了那个新娘娘大呼，现在这些人光眼里红了，眼当里心里想难过的不得了了。一方面是牙刚刚细，另外一方面，自个看2个岁走吃走这个屋对，但是也去设立。今天的介绍来，这要经过杯子3条去搞不了生日酒。刚还讲这3年天，3年下来就要分开的，哼，这个哪说上夫妻呢？现在听你开始讲娘子，实在不回看回家里，这是对神丹们不想。你们不想，让高3条波比，你好一个乌队。跟我队不得了高，
呵呵，我对当中还分当的哟，那个我对我往我这次叫称呼，专门服侍这个没机火三条开。现在边米朗说服侍那台火机的，二中改日呢，那边露出马脚来，这样有点机场也弄不里去的。哎，现在甚至就在家子里介绍台火搞时光那个，想不想？常常来的是要弄车班，多难懂的。但你不必搞时光哎。哎呀呀，小姐，狗要开始进去嘛，你还要见一声，我不见嘛，不见一关，非要哪位人不见呀？搿只水落来，那是地波浪响，嘎啦个一步。人说你说这样的啊，嘿，你多摇哎呀，困不然。不是那个一记嘛，浑身一灵。哎呀，这样我也对个吧。来天要见我辈子第一条高不生日就是有点钱个，少个点钱嘛，要刚刚死。屋里向实在是穷不够，不懂得打药毛补人，对不啦？做事该上事体嘛，来想要对3块锅菜不了药。那么是够今天我露出这木匠，可是药锅菜里带出来不舒服，我还也不里都伯伯就看上他的，所以想他给他们没办法，这海里牺牲了，修不生，才是为利。人家到那边来，快去你上个身高来了！哎呦呦，都有这都这样子呢。到那来吃他2杯都有这啊！弟弟妈妈笑到那开心了嘿。要刚刚洗，祝你钱衣不着，带他是一身红衣裳。想侬啊，不为饮醉。娘子啊，平常不吃眼睛，今朝个嘴饮醉杯吃地瓜，哎，不吃它不吃地瓜。我晓得噻。2个奴才等着半边眼水白家，为啥都滚出去？来，你到2个队等我出去啊！撑不住你还出去个？来，这样不要再等他给他给入个位。这个公爷，咱们走不开的，要伺候您跟小姐的呀。那么现在用法上都不是呀？要跟您敬酒了什么的。呀，现在姑娘顾不开啊！哦，这个没跑用上个，怎么讲侬2张跑的来，上门的不也不多有困难，你上门的吧，接亲到来嘛，比当地这个哪来谁呢？姑爷，这样你们就更不方便了。是那个对不对？等2个钟噶。哟，非你不是，怎么样？说这样的谁退出去吧？咱这个称呼再睡嘛，谁退出去再讲。你到2个队退出去，甚至于跟过来侬房门爷爷了，哪么会过来？哥哥，火姑娘啊！但我一听嘛，那孩子个火姑娘讲，你在见我什么？哥哥，也是一泡吃子的头名最忘记他在，当时一浪堂子里在只有火姑娘，那上个身高，要想要得了。哎呦，我看中强调你说今天是啥名堂？不是长绿湾啊，还是不律动？哥哥。哦，杨师在跟我听见呢，这个双手没齐啊，对面一个火，是不是？那么火三条的火姑娘，哪里多出几袋，到那2高头来吃嘴巴啊！个大伙，因为刚才的称呼，等了边浪向改日自家，所以来子么不够快。那现在口里出气着，眼里那还爱得是说，好，别怒叫，爷爷。不为饮醉，那家里吃醉不是个样子，死着干。听别人讲说，一个姑娘临时吃高了，哪怕心里面拷问，被也哭他2、3节，哭发。但是东王里怎么来哭地上呢？晓得了，高本我无法忍受，口我一个波兰队之在。那么但是姚会在是结不明来位，那没办法。心里想不到我有点委屈，所以我哭唧唧。那么带你忙忙，我太太是本地合作适应了呀，高档100多万才做起啊，谁都做也不晓得来了啊！这个娘子啊，你啥地呀？课门我没听上，哈哈！你想他看见我这面孔，看见我上个你们想他不大满意，年纪么大到底在是吧？我年纪不大，我心脏结怪好。我得不像王德邦个小子啊，这小子面孔不要出个良心嘛呀，是吧？当初这个你都也要努力配不你啥里外头生意呗啊，弄得了你做这个啊太平这个台，搞人搞弄得不是样个台，是吧？
那么你放心，嘿，我中国会对你好个啊，嘿嘿。那么呢，咱俩不讲了，现在咱俩是夫妻呀，嘿嘿。留来我要想办法去对抗王泽吧，千万里和靠人高。那么为出来嘛，咱俩就一肩还头里的做三句夫妻。所以嘿嘿，娘子啊，你放心，你到你个地气，我会当你吃。你当初这个水，我来当你。哦，等等那个废物讲出来嘛，但我慌是大的，光不知道来这这个辈子现在搞不来政治局啊，原来有是干个目的了。啥叫啥的当我神仙3年的下来去对看王是吧？天我王是吧？这个人家那么为出来等我做上居夫妻，代理妈妈生日局啊！但这些辰光为出来，来去为得放过那个。也想到你讲我不是真正的仙家，我是个我的背了浪的。但是有什么？我这个称呼的神父们肯定了让听别讲，是个透露真情，不得都听见的去干什么来先呀？可是要不这里带出来不舒手，我还要不得都我家看死他个，这边虚后是恨。
个大灾难呢？但是心里想，偶尔间让人为王家担心，看上去离我来个人家，但也这样子。弄这个生就分重要，一男都没才那个为我，你不得知个讲，像我们带海我也都是内反杀噻，当混蛋老王子，那么也是这个。我这部队要不及高个要，再是一塌瓜子最3年天高起来72个小时要。稍微抓紧一点点吧，嘿嘿，娘子啊，那3个都有最不肯吃，辰光都不在是吧？干嘛？哎呀，就有吃饱啊！哎呦，困觉不反对，胖吧，可以上上，这个亚体呼吸都是门在出来，神佛大概称呼上了。跟你一啥有啥，你爸爸开口，总归没做那个。不过你不能我留干。实际呢，你都两高的报道们，那至于你两高的现在，把你搞不现在那个不要干。哼，甚至就像我不说道理，我不恨不得两个农民头子得来只把方法开了哎，你叫一下个，根本叫跨度，整个眼睛的啥药，3年天过去这样。第4年天，神父长旅是公家3天婚假，你母亲在第4天单位里来电话了，叫你去上班的。杨东才已经3年天了，没办法管，这还打所谓的高职务意义随便。你等个我是第4年为出来，总归当你等了一代哦。按法医乃是我的分法医。问我固定了不需要4个呀，那么说起来正式的社交是男女，一种我的不会是4个，你一时要是出来个，甚至就不会去势力个，心里就老后，别你的说起来那种够精致，还种够支付，肚里下看上去有点活动，当然人人是大大的，那么多眼睛地巴子，所以你也不会去势力，哎。分时现在你是恶队背来，火驴来反对没几岁，一边说于是3年天过等哈，哎呦，是真心一步，怎么的？我能不知难的，留下来当去对抗王日满，哎，我讲了这对啊，实体实力来为出来，不人工那边来，我不许那进相夫门的，这些都在大家讲闲话才是说啊。打工干的我们中国为主来，那么大家讲，那非实际来说，我有点啥事体没得，相互隔壁神父屋里，我虚来进来，那么进来，神父努力领导自个屋里，这个呀有点啥没得，该打来听我话，甚至于3个弄到上走豆腐这看为联络点了，从神父屋里想出来。个身浪向的新姑娘打扮已经完脱了，该哪里滴出来？给他比赛衣裳抓的是身浪的，来去对抗王日满，准备呢就长得中于历史时不起来王日满的同情。那时候我自家留声不必到辰光自己好和水，但此地王日满府里门里一口哎哟，杨东才不得了了，然后呢跑上一些浪子一地。看上去是给我里向有啥个喜事嘞？不能说到喜事分一张2张，双喜临门。第一张喜事王日满升官了，升啥个官叫东宫使舵，与知悉相要太子做王太子的先生，也记得2品之职。
第二桩件事，谁肉里养人，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养双胞胎，大公子王月培，二公子王月辉，两位社交，昨日是满月，大家才来吃满月醉，乃是他这个先生少年回来拍马屁，哎呦！有种人不亲自来了，本当想摆个10来钟嘛，所以说了，到有谁来的牌子，几乎就是挖龙不顶上了。门的手里高头我们不是亲的，也是亲。那10年前呢，忙到从一钢铁，一个来在呢分来得及了，我从爬上里去了，就亲的个人。哼，甚至就像我大哥个王子嘛，真是为30年后东30年后西。当初为了温水带出地方办，我们8万富翁也还是呢，他说这都是新努力才够跟民营帮富运干，谁是那看见啊？中高牛中上牛，现在是在东宫市道，那么想想，我给他几场人工，到人工开出来往日办，我相互正式的够要，但此地门房给活龙不够香，嘿嘿，这个门哪有人来？门上路外读书了啦！门公听见外头有人喊没打出来，发现啥在那个张面孔一看嘛，耶，奇怪，这个人我认得个哇，不是本人讲他是生日酒哇，那么门公哪会得认得哩？太天的，这个门公不是本人，谁是当时啊送信我的惊醒。这些人光网上嘛，得种对名上牛嘛，谁是为得清醒啊？送平安家信带温追去的。发现了第3名出户王世宏，还有你大风比心，这听知大人闲话嘛，精心随带出户公布。那这些人光甚至就随了边浪向，说几个一面。谁是你那个王世宏啊？我自家负责，等待信主了嘛，才自家动手。哪这样得的？办公里向大人个封平安家信，已经不里到抽给侬公虚实着。这妈妈实配呀，还等你大人啊，这个样子，今天那位面孔带门上来个了，别讲你家啥子，是不是呢？有点吃大不正。门门看，哥哥，你耍得样人啊？也是一块，第一个跑上就有个响，有个小嘴像上天送信屋里哇，送高虚实出行7、8口对。那么可见我们来猜，别请我去等3个桥，哦哟，我是值得讲的吧？台牛小句，忙起心都不够，你就不认得我，对三人认得，这个我也见你多懂人哇。啊，该见你懂人。是该。干嘛贴纸拿上来？贴纸不，我们单独懂人，这个同乡搞还是同窗。啊，不贴纸噶。干嘛男性少介绍讲起来？少介绍嘛，我们其实多懂人就写这个要。啊，他这里少了很，不贴纸不名字。我哪带的想去通兵法子呢？这个背一名字啊，说出来。生日就3个字不能说，那么当中是努力吃得子嘛。背一名字不这个我姓申哇，姓申，实体个是配哇。哦，申啥么子呢？我叫申球啊，申球啊，球嘛就是鬼了。你说家是真鬼嘛老三子喂？我是多了还哇，我想我讲申球3国里都不好了。把大理吃些啥是生球就是生狗，你说家是生狗吧？但你妈妈那么一大口门狗啊！这里是相互避免勾上了嘿，这个那时候你为说谁我生狗生球台边呢？我才能够介绍多大人说的也经济大人，那个他不也去改？可是配不出来耍几个吧？别吃玻璃，根本来在那外头等他些。我们来兵班子大人再讲。这样的，你来兵班王子吧。那么王子嘛，肯水里呢？那何为在身？寒门学子中状元，家一名少女啊！患难发妻得休书，究竟是忘恩负义，还是歹人勾线？敬请关注长篇谈词《双玉园》，5月27日起苏州电视书场。你叫一旦到高台是生日有的改革的喏。生日有像我也改革，把不晓得我，呵呵，都比说啥个年龄了嘿？都日方3日方10只是阿毛娘一离婚得脱落。现在在理想3日方一口，我对东北老三800里心干，
各种点心才是啥不懂搞吃的，哎，搿个所以包了干尾包，所以口里吃鸡些些么一个眼大花，一把红灯子撒到里向。喂，这个是本人在包兵，挨个三江包炮兵，说的我地包里才晓得个已经来上过去。这个啥？哦，我当传你女来东妹妹子。别客气，嘿嘿。你拿我再给他来一个叫。哎，他乖，我拿再打来，我不让我的不参加。哎，那么一个味道飘出来，哎呦，香都是。那么我不有日吃了这个不够香米的，点挺来的。皇帝带个不吃啥个态度吧？所以想端上份喽，偷偷皇帝看几口。加上是我最近身体不好，我要想请郎中先生看看嘛，我想请个半个鹅肉刚好。如果你要用我个说起来，那么你看吧，有2-3天天就可以了啊！留下来嘛，谁来补缴？来子，你在堂上想不熟悉嘛？我理想个逃兵子，刚刚走定了，个称呼我的笨蛋理想嘛。哎呀，来这呀，不害子。侬不必贴身我的春花，后故是此进化。但是要那到路到几个家，那个现在刚刚出呢。现在个卸掉了嘛，侬生毛病啥？这个爸爸是牛子啊！这个卸掉毛病，带不了来身上看出来一次。什么病症？啥个毛病嘛？小的刚出来，你来身要别动气呀！侬有毛病，我啥别动气呢？快讲！这个来身呀！三公这个海爹子呀！都不想！鱼子小白白在。